一说起土耳其，你脑子里可能会浮现出伊斯坦博的尖塔，或者是卡帕多西亚漫天飞舞的热气球，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就在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其实隐藏着一段特别惊人的历史，一段连接着现代土耳其和中亚维吾尔人的历史。这可是一个关于苏丹帝国，还有一次跨越了整整7个世纪的回顾故事。我们的故事啊，不是从什么古老的卷轴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刻在石头上的谜团说起。这个谜团就藏在土耳其的腹地。你看这些宏伟的陵墓和清真寺，第一眼看上去，哇，就是纯粹的安纳托利亚风格。但是啊，如果你凑近了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能把我们带到几千英里之外遥远东方的线索。线索来了，在一座叫做比尼扬乌鲁清真寺的建筑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在这儿完全不该出现的东西。狼头，你没听错，狼头。这可不是中东常见的图案，它是来自中亚大草原的一个特别有力量的象征。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代表着身份的符号是怎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里的呢？答案啊，就藏在历史的洪流里，在一个超级帝国重塑整个世界格局的时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那个历史上版图最大的陆地帝国——蒙古帝国。你看啊，这事儿得从13世纪说起。当时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不是特别大吗？他们就需要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时候，学识渊博的维吾尔人就成了他们的得力干将。后来，蒙古人征服了安纳托利亚，派谁去管呢？当然是这些经验丰富的维吾尔总督了。所以你看，到了1335年，蒙古人的伊尔汗国一崩溃，安纳托利亚就成了一片权力真空。而这时候，一位准备好了的维吾尔领袖就等在了舞台的中央。没错，我们的主角登场了。这个人呐，光听他的名字就特别有故事感。他的名字叫阿拉丁·埃雷特纳。这个埃雷特纳其实源自梵语里的 Rabna， 也就是珠宝的意思。所以这位珠宝苏丹正准备在安纳托利亚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王国。他的崛起过程简直就像一部传奇。你想想，他本来只是伊尔汗国的一个军官，结果呢，他抓住机会打败了蒙古人扶植的对手，彻底把蒙古势力赶了出去，然后宣布独立。最关键的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就像这里写的，当地人啊都把他看作是救星，是能恢复秩序和正义的领袖。所以呀，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埃雷特纳王朝就在今天土耳其的中心地带建立了一个既强大又繁荣的国家。你看，这句评价就特别到位。他不仅仅是来统治的，他更是来建设的。他留下的东西，我们到今天都还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说到他留下的东西，那就不得不提那些令人惊叹的建筑了。可以说，整个地区的风貌都因为他们而改变了。在开塞利这种城市里，有一座建筑可以说是整个埃列特纳王朝遗产的灵魂所在。所以你看，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它是一座帝国的陵墓，是整个维吾尔皇室家族在安纳托利亚最后的安息之地，意义非凡啊。当然了，他们的手笔可不止这一座建筑。你看图上，从清真寺、学校到各种陵墓，比如那个非常壮观的沙吉汉哈通陵墓，他们的建筑作品遍布各地，可以说彻底重塑了安纳托利亚的城市景观。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埃雷特纳王朝建立了一个稳定又强大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挡住了来自东方的蒙古危险，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这无形之中就给其他的土耳其小公国，特别是当时还在萌芽阶段的奥斯曼，提供了成长壮大的空间。可以说，他们为后来的奥斯曼帝国扫清了道路。好了，现在让我们把时间的快进键按到底，一下子跳过几百年的光阴，来看看这段不可思议的历史是如何和我们今天的世界连接起来的。700年，你想想，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啊！足以让一个王朝从兴盛到衰亡，再到被人遗忘。然后就发生了非常富有诗意的一幕。你看这个时间线，7个世纪前，苏丹埃雷特纳把开塞里定为首都。
7个世纪后，在1965年左右，一群逃离家园的维吾尔难民，你猜被土耳其政府安置在了哪里？没错，就是开塞里。这简直就像是一种宿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迁移了，这是一种回归。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次来到土耳其不是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们是回到了一个祖先曾经当过苏丹、建立过王国的城市，当地人也把他们看作是失散多年的亲人。这简直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家庭团聚。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也特别能代表他们的心声。我们在土耳其不是客人，维吾尔人一直是这片土地历史的一部分，并为其繁荣做出了贡献。在这句话里，你能感受到那种跨越了700年的深厚而从未断裂的联系。所以你看，从当年为整个地区带来政治稳定，间接为奥斯曼铺平道路，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那些宏伟建筑，再到现代的社权回归，维吾尔人在安纳托利亚留下的印记，真的是既深刻又多元。所以说，埃雷特纳王朝的故事绝不仅仅是历史书上一个不起眼的注脚，它是一个关于生存、建立主权和最终回归的深刻故事。它讲述了一个民族和一片他们亲手建设的土地之间那种斩不断的纽带。这也不禁让人想，在我们自己的下乡，在我们每天走过的街道下面，又埋藏着多少这样被遗忘的历史和惊人的联系，等着我们去发现呢？